时代愈来愈进步，工业园结合智慧科技，互生活更较利便。其中包含车用的实景智慧窗啊，透过会当透光的显示器结合景点导览，未来坐公车、坐火车，甚至是无人机，看窗啊就会当知影资讯咯。公车驶在大路上，只要经过热闹的景点，边仔窗仔门连面就显示出相关的小界。工业园利用会当透光的显示器，研发出车用互动智慧窗仔。未来无论是火车、公车，甚至是坐无人机，拢会当用。透过这个透明的一个智慧窗帘，你眼睛看到什么样的景物，这个景物相关讯息就直接呈现在前面的这个透明窗户上面。另外一项是研究团队利用纤维，把原本一条20块的鸭带，透过技术变成价值8万的人工金带。今年准备要进行临床试验。传统的人工韧带其实在使用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磨损，从原来的一个也许20块的售价，能够提升到人工韧带是一个高阶的医材产品，能够达到价值到8万块的一个作用。工业园院长表示，工业园过去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扮演真重要的角色，未来会继续帮助台湾产业在国际上发光。科技研发、产业的推动，还有我们社会的公益方面，还有我们人才的培育。还有我们职场的友善，最后是一个环境的一种永续，让我们整个研究团队有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。这个就是也是帮助台湾产业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力量。除了发表新科技，工业园也公布2022永续报告书，内面记录去年工业园推动的成果以及未来的目标，希望对台湾做出更加大的贡献。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。